来看南投这自来水普及率是全国第2低，即马县政府呢表示讲，已经请水利署来考虑放陵山区牵水管的经费。 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统计，南投县自来水供水普及率是全国第2低。以南投县草屯镇相当地区来讲，因为这地势较悬，水压不足，所以有600多户拢使用简易自来水。基于咱中央政府咱水利这边吼，会当加强看是咧要找一个较适当的这个地点，过来装设一个这个加压站。政府要补助的部分是最主要是这天然灾害需要讲。 来抢修啦吼，以后的这个做资源的施设啦吼。南投县多数是山区，牵自来水供线较困难，价效嘛较悬。南投县府讲，已经请水利署放陵自来水员工评比标准，将每一户牵自来水管的成本对60万提悬到100万。另外，针对相当地区自来水较细港的问题，会协调自来水公司设加压站。发文给水利署。 希望在南投县自来水严管工程的部分评比上，可以从每户60万的成本提高到100万，就是让我们这边没有自来水的民众可以更容易的来做自来水严管工程。 县府表示，南投县内无自来水的所在，大部分拢有起简易自来水系统。县府强调，针对起简易自来水系统甲维护经费，县府目前补助500万块，明年提悬到2000万块，卖做水质检测，希望维护民众用水的权益甲品质。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